歡迎嚟到大龍鳳影畫頻道。你有冇諗過，假如醫生宣佈你嘅生命得返最後1年嘅時間，你會選擇點樣去度過呢？你係會選擇喺醫院同屋企人一齊慢慢消磨盡最後嘅時光，喺病床靜靜告別人世，定係想一場從未有機會嘗試過嘅瘋狂冒險，為你嘅生命畫上一個精彩而又完美嘅句號呢？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部關於生命、牽掛同埋尋找自我嘅電影《一路玩到掛》，而兩位老人家選擇嘅方向係一張寫滿遺願嘅紙片，同一次環遊世界嘅旅程。億萬富翁 Edward 喺意外得知自己患癌時日無多後，陰差陽錯之下，同階級天差地別嘅汽車修理工 Carter 被分到同一間病房。初兩個性格不同嘅人聚喺一齊，令到病房空氣入邊一直充斥住沉默、尷尬同埋對抗。但話好彩又唔算好彩，疾病係世界上最講究公平嘅事情，佢帶嚟平等嘅痛苦。慢慢喺痛楚同死亡嘅陰影之下，階級或者身份通通都消失，剩低兩個脆弱而又恐懼嘅靈魂互相依靠同取暖。而關鍵嘅轉折，始於一張被卡塔喺筆記簿扯落又拗巢咗嘅黃色紙頁，上面密密麻麻寫住佢年輕時想做但又從來都未實現過嘅事情，係佢嘅遺願清單。即使傲慢如 Edward， 都係一點一滴流逝過去嘅相處時間當中，同卡塔建立起深厚嘅友誼。佢開始檢視呢一份遺願清單，反覆確認卡塔嘅諗法，又作出修改。What are you doing? A little rewrite, that's all. I mean, don't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some balls, guns blazing, have a little fun? What the hell is witness something majestic? You ever been to the Himalayas? Drive a Mustang Shelby, not bad. I got one, all right. How about skydiving? Now we're on to something. Kis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 How do you propose doing that? Volume. 最尾，兩個人決定用接下來剩低嘅時間去一項項完成佢哋嘅遺願。於是，一場由 Edward 出資、卡塔出人嘅旅程就咁樣開始。佢哋坐住 Edward 嘅私人飛機，飛越全球所有想要到達嘅目的地。佢哋跳出飛機，高空跳傘，駕駛賽車，喺金字塔前大笑，望住世上最大嘅奇觀，品嚐人生最奢華嘅體驗。但比起呢啲刺激嘅場景，更加重要嘅係，佢哋第一次咁真實咁為自己而活，冇家庭壓力，冇社會身份，冇角色負擔，淨係兩個人兩顆心，重新去學點樣為自己活一次。喺呢趟旅途之中，就好似兩個人喺病房相處嘅關係一樣。Edward 用錢幫卡塔尋找返不屬於丈夫、父親而只屬於佢自己嗰部分，而卡塔又調轉過嚟嘗試修復 Edward 破裂嘅父女關係。佢哋呢一份友誼最深刻嘅地方，就係佢哋都搏命想要令對方同自己體會到同一種快樂。而旅程去到後半橛時，兩個人都開始感受到身體同埋時間嘅限制。喺某一次旅途之後，卡塔嘅病突然之間惡化，醫生講嘅每句說話都提醒住佢哋嘅冒險未必再行得到落去。但卡塔最掛心嘅唔係自己，而係 Edward 同佢個女仍然未重修於好嘅關係。而 Edward 一直逃避緊啲家庭問題，喺卡塔嘅離世面前變得無所遁形。終於 Edward 鼓起勇氣敲開咗嗰一道多年都唔敢敲嘅門，但其實原來只不過係佢一句對唔住，就足以令佢哋父女擁抱返一齊。而嗰一刻雖然唔係冒險當中一部分，但係 Edward 一生當中最困難亦都係最勇敢嘅一跳。佢提醒我哋，生命唔係關乎於剩返幾多，而係你選擇點用。我哋成日覺得好多嘢都可以遲啲先做，例如遲啲去道歉，講一句 sorry，遲啲去講我愛你，遲啲去做乜乜乜。
但其實人生係冇咁多遲啲，好有可能我哋都係短暫地擁有呢一刻短暫嘅人生，因為下一秒會發生啲乜嘢係冇人會知道。所以想問返大家，如果你今日要寫一張遺願清單，你會寫啲乜嘢呢？你又願唔願意唔等到生命開始倒數先開始去做呢？